歡迎收睇廉政檔案。大家可能睇過一啲報道，話有公務人員擅自使用公務車輛辦理私人事務，最終被判公務上之侵佔使用罪罪成。咁究竟呢一項犯罪同我哋之前提過嘅公務上之侵佔罪又有乜嘢分別呢？今集我哋為大家帶嚟以下呢個真實案例。2012年，廉政公署接獲舉報，指一名公務人員違法違紀，廉署隨即展開調查，發現呢名公務人員喺擔任職務主管嘅期間，曾經指示佢嘅下屬駕駛公務車輛接載佢返工放工，以及到銀行辦理私人事務。為咗隱瞞事實，佢又命令下屬唔可以將真實嘅行程記錄喺車輛工作日記表入面。此外，調查亦都發現呢名職務主管曾經多次返工遲到超過1個鐘，又曾經喺辦公時間外出辦理私人事務，但係之後就以協助上司往外工作、外出巡視等嘅原因作出不實嘅申報，以掩飾佢曠工嘅事實。就住呢名公務人員公車私用嘅情況，法院最終裁定佢觸犯刑法典入邊嘅公務上之侵佔使用罪，判處4個月嘅徒刑，緩刑1年6個月。而部門亦都對佢遲到早退等等嘅曠工情況提起咗紀律程序。公務人員藉職務之便將公共或者私人財產據為己有，就會觸犯公務上之侵佔罪。而即使只係借用之後歸還、公器私用，亦都可能會構成公務上之侵佔使用呢一項刑事犯罪。今集嘅時間嚟到呢度，我哋下一集再見。